来看行政院的纾困振兴方案，一项接一项杀出来，各部会嘛拼尽气力，要互人民有感觉。像这个经济部就甲中央银行联手推动企业的贷款，加工区甲加工出口区的租金嘛有优待。另外，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，水电费上悬，拍7折。 财经部会比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，逐天开记者会，将纾困预算计划公开透明。政府除了提供企业优惠贷款，即嘛考虑将国有土地、国有事业土地租金减免。经济部所管的加工出口区、甲工业区卖跟进。资金我们会用这一个所谓的缓缴、分期缴纳所谓的管理费的部分，那这部分我们会减半来征收。 除了人力企业上大负担就是租金甲水电，经济部借出67亿水电减免，营业业受损的厂商水电费上悬，拍7折。但是立委质疑，该经过行政程序伤复杂。这基本的这营运的资料出来了以后，根免阁下，阮阁直接甲你认定了，阁该打9折、95折的、9折的，甚至于7折的，我们阮阁随处理啊。 水电减免对3月开始适用，暂定实施到9月30，但是一般的民众是不是会当有类似的补贴呢？也阁需要等行政院定案。